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哲安。新闻一开始继续来关心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去美国指控讲走私毒品加等等的罪，而且掠来美国受审。当因两个翁仔某拢出庭，拢讲家己无罪。因为伫委内瑞拉，目前因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经正式宣誓做代理总统。There are certain days when New York City take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and that's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对布鲁克林的都会拘留中心出来，互武装执法人员甲阿里落车。这个时阵，伊甲挂手铐的双手举悬悬，而且举头四界看。刷了风带上直升机，要去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出庭。Looks like they might be on the go soon. My guess is they're going to go to downtown. 63岁的马杜罗甲伊的看手佛罗伦斯拢讲家己无罪。Maduro entered the courtroom wishing people in the gallery a happy new year, but then he turned defiant, telling the judge that he has been kidnapped. He has been captured at his home in Caracas, Venezuela. Maduro pleaded not guilty, telling the judge soy inocente. He spoke Spanish throughout the proceeding and had a translator providing him with the words being spoken in English. He took copious notes, and as the proceeding was ending and he was being led out of the courtroom, a man in the gallery stood up and started heckling Maduro. This man said that he was a political prisoner in Venezuela. He called Maduro an illegitimate president. Maduro, also speaking in Spanish, shot back that he is a kidnapped president and that he is a prisoner of war. 马杜罗面对包括毒品、恐怖主义、具可见进口阴谋等等4项刑事指控，伊的律师可能会挑战这场掠人行动的合法性，而且主张外国元首有法变权。不过，美国并无承认马杜罗是委内瑞拉合法的领袖。这个时阵，委内瑞拉副总统兼石油部长罗德里格斯正式宣誓就任委内瑞拉代理总统。Vengo con dolor por el secuestro de dos héroes que tenemos de rehenes en los Estados Unidos de Norteamérica. Juro por mi honor que no voy a dar descanso a mi brazo ni reposo a mi alma para ver a Venezuela. 美国 Trump 政府顶礼拜发动戏剧式军事行动，将马杜罗翁仔某掠去到美国了后，委内瑞拉政局今嘛将无稳定，而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Trump 笑上委内瑞拉的石油，意思是看现现。伫暗时，美国企业有通摕到委内瑞拉石油发展的推动之下，美国石油公司估计1月初5收盘表现真好，道琼指数起594点，创历史新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因为川普这届发动军事行动无经过国会授权，引起两党议员的不满。目前上新的消息是，包括国务卿卢比奥甲国防部长霍格塞斯，伫咧拄则拢已经来到国会山庄进行国安简报，现场进行连线互国际记者彭主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兼另外4个官员，伫美东时间今仔日下晡来到美国国会，向共和党兼民主党两党的人士做一个国安简报。顶礼拜，这个川普政府攻击委内瑞拉的时阵，是并无先提到国会同意，嘛因安呢，今仔日这个报告是国会头一摆接受白宫的正式说明。除了这个卢比奥今仔日来到这的，嘛阁有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省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CIA 局长雷克里夫、兼司法部长邦迪。接受报告的，除了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嘛有两院两党的领导者，兼情报军事外交委员会的资深议员。不过，因为今仔日这个国安简报是干那少数人参加，这个参议院是按算伫拜四的时阵，佮邀请所有议员来接受白宫的说明。今仔日嘛是美国国会议员伫休官了后，为选区转来到华府的头一天。美国的国会山庄报就报讲，这个共和党的议长强森，接落来要面对的是党内这个中间派人士的挑战。原因就是因为强森支持川普伫委内瑞拉的行动。那美国总统川普因家己明仔载嘛会伫一场私人的活动顶悬，兼共和党党内议员博感情来安打党内情绪。以上是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席伫美国国会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日同款，这天气是寒死死，敢若这不过这水汽有较减少，敢若这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会落雨。咱来看温度。今透早本岛平地上低温伫咧台南的南西，敢若8度尔。气象署是针对全台湾的12个县市发布气温特报。北部宜兰高温是15度至16度，中部花莲是19度至20度，南部地区是21度至23度。这过道冷气团影响会愈来愈寒。
也因为这下晡开始，搁有一阵这大陆冷气团落南啊，这温度会搁开始降。拜二甲拜五会是上介寒的时阵，拍算是干那剩10度尔，有可能是入冬了后头一阵寒流。拜二即天是日4节气中的小寒，俗语讲小寒大寒并马鞍，意思就是讲伫咧小寒即天若有够寒，就当甲一寡害虫的卵寒死。春天补产的时，虫害就会较少。气象署指出，这波强烈冷气团会对拜二挂到拜五，其中上寒的时间伫咧拜二到拜三，这2天受到冷气团加上辐射冷却相重的影响，各地体感低温伫咧10度左右，广阔地区的温度会搁较低。气象署无排除这个冷气团会转做入冬以来第一波寒流。这波冷空气预估的强度也是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哦，最低温的时间点呢是落在6号的晚上到7号的清晨，台北站的强度我们还是预估是强烈大陆冷气团的一个情形。不过因为有辐射冷却作用加持之下，可能温度会更低，不确定性比较大。气象署提醒，接落来这波冷气团真有感觉，日时虽然会有日头，不过唔通去予日头光骗去，温度较低，是打冷的天气形态。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拢会降到0度以下，不过因为水汽无够，落雪几率较无悬，要落雪恐惊有难度。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讲到昨透早5点多，这高雄市的天顶是雄雄出现一道青光，气象署就出面解说，讲迄就是火流星。真侪县市拢会当看得到，也若台北天文气象站是表示，这火流星是定定出现，不过若要像这粒遮尔光的，是有影有较罕见。一阵闪光对天顶划落来，雄雄规个天拢正做青色的。初五透早5点21分，高雄寿山、基林、莲池潭3大景点的即时影像镜头，拢记录到同款的画面。原地民众拢叫是咧死呐，后来斟酌甲看，发现那像是流星。不过那会遮光，尾也遮长，大部分去网络发现，那高雄包括台中、南投、屏东、花莲、台东，拢有看到一粒流星。长期推出天文教育的时势地讲，这是一粒火流星。很亮以外，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火流星造成的烟尘在大气中持续了超过3分钟，这么久的烟尘持续时间是比较罕见的。对屏东湾就国小的流星监视器看个愈清楚，一撮快速的青光过后，伫天顶留下一条白线，大约3分钟久才消失无快。台北天文气象站讲，对伊的速度甲光度来看，这粒火流星应该有篮球遐尼大。最近当时上旱期做流星雨的观赏期，这粒应该是其中的一粒。只要是亮度大约达到-4等以上的，我们就可以称作火流星。有的是偏白色，有些就是偏绿色。如果是镁元素比较多的话，它燃烧的过程中主要就是以绿光的形式。台北天文气象站表示，火流星平均逐个月会当看到2-3粒，不过要亲像这粒遐光遐大的，确实无济。爱看天星的民众，速度来测集也阁有木星枪。这时地球甲木星离上近，是今年观赏木星上好的时间。记者李新武、柯宾泽、柯家族、柯昭勇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卫生部当咧讨论食品警示车辆顶的标示，包装食品若收甜、收重咸的，超过标准就要打红色标示。搁来是自由时报，明香园餐厅的负责人罗以翔涉嫌创立支付系统，协助这国外目标网站洗钱超过306亿，互检方来起诉35个人。最后是中国时报，昨台积电带动台股，这台积电是起85块，收盘是1670块；台股是起755点，收盘是30105点，创下新纪录。有人讲到，今仔台股开盘也是继续来起悬，不过这 AI 电子类的公司有差不多是700支股票，昨拢是倒落的。今仔早起呢，昨在财政部的处长黄清华是表示，这个案基金会来尊重市场机制，未来压价台股，这退场政策也未来卖股票。最高台北股市开盘时阵29779点，无到1点钟就随起到3万点，盘中上悬是30339点，上面收伫30105点，起755点，成交金额差不多7658亿，创史上第2大。
台股大起主要是因为宽达股台积电开盘1630，盘中上悬1695，上表收伫1670，起85块，市值超过43.3兆。今年呢，这个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呢，渴望再度的大幅调升。1月15号因为是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所以股价呢事先上涨来做反应。最五主要亚洲股市像日股、韩股拢收红，台股多头的气势是凊彩挡袂牢。这边起的包括台积电、鸿海、台积电、联发科等 AI 概念股。统计初五有251间起，其中23间起停，下半是有749间，其中有4间半停。因为国安基金已经护盘超过9个月，后礼拜一要开例会，市场直咧关心国安基金会继续护盘，还是退场？退场前都没有。什么时候退场？退场就要看委员会的决议。我们退场也不会说1天2天就卖掉了，我们要看市场的。好的，分析师认为，国安基金若是退场，是不是互市场猜测，或者是担心起罪回档，拢会考虑。因若美国掠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翁阿布的代志，大家就看股市是不是有影响。因为委内瑞拉它在全球供应链的权重很有限，目前的这个事件除非就是说还有后续，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引发这种系统性的这种股市的震荡机会是相对比较低的。专家认为，地缘政治会影响股市的波动，因股未改变趋势，台股基本面也是有动。过来 AI 宽达股敢会继续起，或者是会出现 AI 水波化的隐忧，拢是影响股市的变数。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民雄园餐厅的负责人罗以翔涉嫌开发支付平台希罗配来洗钱，叫检方来起诉，求刑9年6个月。另外伫台中，这检方也查到一个姓陈的嫌犯，开18间的龙头公司来替网络跋筊网站来洗钱，超过10亿。警方把门撬开，查到不法的据点，因涉嫌对这博弈平台提供缴价独大家出入金的服务。警方分析几路路，抓到不法集团成立的18间龙头公司，台面上经营合法的买卖，实际上是找人做介绍、闪骗查缉，建立名叫做台湾赢 TWW 支付的第三方支付机制，替线上56城等破业集团服务。该集团分工缜密，除了另外成立广告公司，并配合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架设完整的人头公司网站，建置货单系统，以自动产出与金额相符之虚假出货单，佯装合法交易，供检警查核。姓陈的主嫌犯等人，家己建立第三方支付软体，协助洗钱，每一条钱抽2趴佣金，正半年洗钱金额超过1亿。这么案件侦结，检方依照洗钱跋筊等罪嫌，总共起诉9个人。另外，真有名的餐饮业者民雄园冰室加东印快刀手的负责人，被指控利用餐厅的名做所在从事不法，唔但成立跋筊网站非法经营，还佫开发第三方支付工具 Hero Pay， 替因家己还佫境外贸易集团洗钱，金额有到306亿。检察官依洗钱、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依法起诉罗姓被告等35人，并针对6名主嫌具体求处有期徒刑5年至9年6月以上之重刑，洗钱金额306亿余元。餐饮业者斗相共洗钱，总共35个人被起诉，有一寡被求处动刑。这么愈来愈多第三方支付和犯罪集团摕来洗钱，要安怎有效管理？相关单位就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继续来看美国总统川普，除了讲去甲人的总统直接抓来，进前阁有呛声讲要甲格陵兰变作是美国的领土。尤其是川普的幕僚，因的太太搁伫咧网络顶刊出一张有印美国国旗的格陵兰地图，这丹麦总理就要求美国唔通做这款无理的威胁。这是2025年9月，北约组织伫格陵兰进行联合军事演习，除了有格陵兰主权的单位，也包括冰岛甲挪威的部队参加。同款长期伫格陵兰驻军的美国，即届煞无参加这项大号北极光2025的演习，凸显美国甲北约的欧洲盟国伫格陵兰的问题有无共意见。We need Greenla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nmark is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到底川普声明美国需要格陵兰的前一天，川普亲信的政策幕僚史蒂芬·米勒伊嘅家后凯蒂，伫社群网站打有美国国旗的格陵兰地图，打文敢若一个单字真紧，随着丹麦国内加格陵兰地方引起不满。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嘛大文应讲，美国想要提走格陵兰主权这个想法真正真罕，伊要求美方随停止这种的威胁。追上为川普第二届入主白宫以来，伊就一直强调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把格陵兰要纳入掌控范围的立场。We need Greenland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if you take a look at Greenland, you look up and down the coast, you have Russian and Chinese ships all over the place. We need it for national security. We have to have it. 目前伫格陵兰的军事基地主要有2个，伫西北边的皮图菲克基地属有美国的太空军司令部，除了有会当运输机加战机起降的跑道，还有长程预警雷达，负责监控敌对国家的弹道飞弹，编制人力差不多150人。另外一个基地是西南边瓦近首府努克的联合北极指挥部，属有丹麦政府伊管辖，主要任务是海洋调查加渔业活动的监控，相助人力差不多150至200人。针对川普政府真侪届指责丹麦对格陵兰防卫欠缺投资，丹麦政府2025年底就表示，会扩编所讲的极地巡逻部队，佮建造也是采购新型的军舰加无人机，加强格陵兰的防卫。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南韩总统李在明访问中国，甲习近平来见面，针对贸易、甲区域安全、甲文化交流这议题来交换意见。也针对台海议题，这李在明是强调会尊重一中政策。甲规场超过400中韩企业家致意，南韩总统李在明访中行程第2天，再去出席韩中商务论坛，主要要扩大两国经济合作。 한중 양국은 지리적인 인접성이나 역사적 유대 속에서 문화적 가치를 공유하고 있습니다. 또 인공지능이라는 미래 기술을 통해서 새로운 차원의 협력도 가능하고 또 함께 해야 합니다. 让6年走南韩总统访问中国，包括三亲会长李在镕等南韩4大集团代表拢做伙出席。李在明佮以港海共航譬如中韩两国，透过产业供应链促进双方发展。而且李在明是2个月来第2届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行前接受中国官媒央视访问时阵，李在明就搁再声明尊重一中政策。 우리는 당연히 중국의 가장 큰 현안이라고 할 수 있는 대만 문제에 있어서 하나의 중국을 존중한다는 입장은 변함이 없다라고 생각합니다. 期待在2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此次访问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但外交部回应，李在明讲法是韩国本来的立场无牵涉到政策改变，还是调整。国安团队研判，中国可能借由解除禁韩令，承诺中国观光客去韩国的策略，由南韩想要弱化美日韩加印太民主同盟。 伫中韩元首会面，也甲美国攻击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时阵，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前往生产战术导弹的军工厂视察，佮下令大幅提升产能，嘛亲身督导军方试射2粒极音速飞弹，讲是为了显示核子合作的必要性。 북핵 문제는 더 이상 논의하지 마라. 비핵화 부분은 절대 불가라는 일종의 한국과 중국에게 동시에 던지는 메시지가 담겨 있다. 南韩学者分析，这是北韩向中韩发出警告，嘛展现北韩坚定发展核武的决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美国副总统范斯伊伫咧俄亥俄州的徛家传出讲受到攻击，有人举钢推啊要甲窗仔门攻破，加在伊当时无伫咧处理，这犯人已经互警方当场逮捕，犯案的动机搁爱调查。法国第一夫人碧姬马克龙却网友散布有关伊性别不适的相关言论，反是判定讲这被告10个人有罪，其中一个爱判关6个月，爱强制上课参加反网络受训的课程。 荷兰的落大雪造成铁路甲空中交通大乱，首都阿姆斯特丹的火车是全部停驶。伫咧史基普机场，今仔已经取消将近500座航班。
继续来看咱国内这国民党立委陈菊珍是提出离岛建设条例修正草案，包括讲要互金门甲马祖下当来设这个自由贸易示范区，甲外岛重大建设的权限要交予地方来决定。这嘛，互民间团体是积极讲是咧推动一国两制试验区，为这金厦大桥来铺路。我希望在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金门北山播音墙，放送出名的艺人邓丽君的声音。上顶上甲远远看去，就看会到的中国厦门话声。战地气氛已经豆豆提起，加上地缘的关系，金门离差不多2公里的厦门正在咧来去。为了促进离岛的发展，国民党立委陈菊珍提出离岛建设条例修正草案，上近1礼拜可能就会3读通过。不过，民进党团批评讲，安尼恐惊会造成国安的疑虑。尤其是金门陈玉珍委员的选区变成福建省的经济特区，以这个方式在经济上渗透台湾，在军事上威胁台湾。那也立委提案修正的离岛建设条例，其中上大的争议点就是第18条之一，规定金门、马祖等等离岛会当设置自由贸易示范区。那设置甲管理的办法是授权予离岛的县政府依自治条例来定。颠倒去互民间团体质疑讲，这有替中国生产地可能性，甚至是为着推动一国两制试验区来铺路。面对中国大陆民进党永远没有解放，只会说渗透啊。中国大陆它就是存在在那里，它的经济行为就是在那里，它跟我们的距离就是这么近，很多事情就应该要去面对，要去解决。提案的第3条、第7甲第7条之一条文修正，是有关离岛重大建设投资计划的定义。若是涉及土地区分的变更，分作中央甲地方的层级，而且保障地方政府会当就涉及都市计划农业区等变更做会当建筑的用地，另外定开发规划的方式。民间团体质疑讲，家离岛重大建设协定权限该由地方来决定，恐惊是要替起造金厦大桥来解套。离岛地区虽然有它的特殊状况，但是它还是整个中华民国的整体的一环，所以不可能单独的为金门、马祖或者是澎湖开一个破口。陆委会回应讲，两岸之间的人员、货物，甚至是金融的来去，拢应该伫咧两岸关系条例之下来处理。嘛，讲到2013年，行政院要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草案，离岛嘛有下用。不过因为争议伤大，2016年就结束推动，相关的经验会当摕来做参考。记者综合报道。今另外一方面，这民进党的立委林义景是来提案，把这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改做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关系条例，引起大陆的讨论。传出讲，昨已经提案。林义景是公开提案，强调台湾甲中国一边一国，唔是干那咧画口号，佮牵出超过20个这民进党立委的人数。唔过，就去互这国民党立委质疑讲，伊已经家己提案啊。这民进党逐工咧画台独，敢是画甲无声？这林义景是强调讲，这提案根本就也未成案，所以无提案的问题。因今年度这中央的总预算案，你看因是也未审查。公部嘛表示讲，包括这长途精准打击系统、甲汽车飞弹系统等等，恐惊会去影响到咱国的国防备战。民进党是呼吁在野，唔通互国际上认为讲台湾是无愿意来备战的。这国民党是讲，只要是恁愿意来沟通，拢会当来去瞧。关系国家今年正式推动的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今年到即马也未付费审查，面对地震威胁，尤其最近中共为台军演，国防部烦恼，预算因前都来影响建军备战，也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年度预算里面，有很多跟我们这个嚇阻不对称作战啊，嚇阻敌军啊，这个保护这个战士的各装啊，还有照顾官兵都有关。希望大院都能够把我们的预算排入委员会。国防部向立法院发声，若预算案无通过，按算有71%无法度按原时间执行，影响毋但是资源规划分配，也个安怎向国际社会传达自我防卫决心，加展现协助战力的重要信号。看到世界的媒体会讲说，台湾是不是没有办法坚决的表达出他抵抗侵略的决心？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当中，我们也很及时的说明我们应对的这个措施。预算部分，我想我们也会适时的向全世界跟我们的社会说明，国防部是很负责任的，
提出年度及特别预算，因应敌情，增加我们的战力。国民党立委李干修指，民进党卖政治化声，需要集体对会，强调若行政单位愿意沟通提出说明，无论是延长性支出，或者是已经得到利益同意的行政计划，拢有法官依据应处理，认为问题无伫制度，是伫态度。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公告修正政府采购法，要取消现有的规定，也就是第一届公开招标上无就要3间厂商来投标，才会当来开标的这条限制。到条约立规是认为讲会来增加做手的空间。不过，这工程会是认为讲，即卖资料拢是公开，围标的机会是较无可能。公部门伫采购时阵，定然发生流标甲背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公告修正政府采购法，包括取消爱3间合格厂商才当开标的限制，全部简化做上有地标，强化厂商甲分包商权益，抑个修改停权制度4大重点。最高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接受调研立会质询，所有的采购都公告在政府的电子采购网上面，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不会有重复以前那种会让厂商来胁迫其他厂商来围标的情形。有立委质疑行政院公告所案，未取消即卖第一遍公开招标，至少爱3间合格厂商投标才能开标的限制，恐惊增加备案。但金德解释讲，即马资讯公开，电子领标率有到99.05%，厂商无啥可能会当围标。即马一年公开招标案件，有7成是因为无够3间厂商的条件流标。若是取消这个限制，就当减少找人来倒押抑个假投标的无必要现象。因为它还是有基本资格或是它的履约能力的限制嘛。对。那在我们的这个决标方法上面，还有一种就是合格以后，它才能进入到最低标。所以不会说因为取消3家，只要任何一家来都一定得标。立委也讲，进前政府军火采购案，得标厂商有包括煤炭业者甲地销商，质疑采购法可能有缺失。对此，工程会讲，相关议题牵涉到公司法，未对企业的贸易项目做限制。因我希望政府采购机关应该更加强调投标厂商所需要的专业。我们希望机关呢，在采购的评分上，或者是合约的要求上，必须如果是专业采购，那必须增加这个投标厂商的专业的时机啦。工程会强调，依照政府采购法，机关会让搁再要求履约的实际绩效，以后可能会增加指引，函文和相关机关，确保审批个案符合条件。记者综合报道。电讯消息来看，宜兰县有一对翁仔某讲会当替人来斩桃花，有人已经去用骗1400万起啊！这检方是依照家人诈欺等罪嫌，甲起诉求刑8档。判伊落尾是裁定以3万块来交保，不过其中的这个翁婿煞家己走路去越南，已经甲发布通缉。庙边打真济诈骗宣导的布条，按平常细致，因为既然是这间庙边都是诈骗集团起点，检警调查姓刘查甫人加姓黄太太涉嫌用民俗专家黄天路命理中心伪造为名义，公行斩桃花，也是挽回感情的所心事，下水向感情无顺的男女诈财，涉嫌以宗教名义并透过不特定的网络平台来谎称具有法力的黄天禄大师专门针对男女感情及婚姻失和来协助改运因为两人诈骗的案件，被害者全国拢总负，不过国体检方调查了后，大部分是讲民俗信仰纠纷，连续得到无起诉处分。宜兰地检检察官郭天如发现有问题，启动侦办追查。去年3月指挥检方将两人具体告犯，查出有被害者一摆被骗将近1400万。检察官第一波侦办了以后，有向法院申请羁押刘贤，为宜兰地院以3万元交保以后，刘贤随即就弃保潜逃。那目前本署发布通缉，会积极的查缉中。不过检方进行了后，姓黄查甫人3万交保，姓刘查甫人剩下，法院裁定3万交保，交保了就4年。根据了解，已经弃保到越南。另外，姓黄查甫人交保了后，继续领被害者的钱，做先生逃走的所费。这命拢唔相信啊！我哪相信生命啊？伊生安尼啊？拢无效啦。福建民众对这对翁某情形唔知影，不过对诈欺行为感觉真可恶。专检方最近定结，照家当诈欺等罪嫌起诉姓黄查甫人，具体求刑8年，成合警警核准。逃走的姓刘查甫人发布通缉，继续追缉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北市储兵协会所主办的这假日杯外棍仔球全国赛，双方是手球手甲冤家，28岁退休的国家选手甲对手杀误倒，甚至是出手共争，这家长已经带去验伤要提告，这协会嘛要甲停权一世人。比赛比较长日，白队的球员向同甲人演扑倒，伊家己嘛跌咧扑倒，跌伫咧对手的分数顶，国家乌队球员的头壳大力伫甲争。头的后裤甲颔棍啊等等的所在，连续去互争5拳，裁判甲走动了后，伊才总算停下来。不过红牌球员敢若是国中生尔，分数顶的伤，互在场的亲人看到真唔甘，已经带囡仔去验伤，报案提告伤害。当下发生的时候，我们全部都很错愕啊！我就去前面质问对方，对方就说：“你们怕打架就不要来打球啊！”那他们态度其实是很过分的。那当下其实他已经气到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比赛开始才8分钟，就引起冲突。第51届假日杯曲棍球全国联赛，测试伫新北市中和运动中心举行。迄当阵的比赛是属于混合年龄组，高中生组乌队，社会人士组白队，两队要来拼冠军。不过白队明明就领先2分，是安怎又搁气噗噗起骹动手呢？而且这个动手28岁姓黄的查甫人，是一个退役的国手，还搁兼做裁判。不过伫结果进前也无回应。他只有回应我一句话，就是他认为说，比赛推挤太多。那像昨天的情况，很明显就已经是针对人，完全是逾越了这个规则，所以我们会很慎重的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就召开了裁判委员会。就算曲棍球运动过程当中难免会相卡，不过专案经过主办单位台北市储兵协会审议，认定是挑釁攻击，违反比赛安全的规则。法医暂时停权，禁止参加协会举办的比赛。然后台北市体育局回应讲，伊并无官方裁判甲教练的资格，这一届活动是民间家己举办的，目前敢会当继续追踪。记者综合报道。刚来看高雄市卫生局心理卫生中心正正的这执行秘书何建中，对辅导的查某囡仔敲来手来，这国民党的民意代表是开记者会，要求爱甲送警方处来调查。卫生局嘛表示会继续来检讨，加强社会安全网。民代坐一排手提标记牌，高雄北区卫生局心卫中心前执行秘书何建中利用职权查立管辅导小女个资，涉嫌诱骗性侵案件。国民党民代初5开记者会，要求全面检讨社会安全网破卡，并点名卫生局长王志忠爱下台负责。不只是社会安全网漏洞，连治安的洞漏得更大，完全都没有开过记者会出来道歉，也没有说明哦。市府的社安网。破洞了，导致孩子被公务人员利用职权来伤害。我想市长身为高雄市的大家长，应该要有责任出来面对受害者，面对市民朋友。民代认为卫生局管理不周，应将相关官员移送警方处调查，并质疑性侵案的消息封锁半冬才曝光，敢是有人渎职或者是包庇？对此，卫生局长王志忠会再回应，涉案人拢已经定处，无限更是要保护被害少女。河源跟他太太分别在卫生局被记2个大过免职，在社会局也被记2个大过免职。此外，河源因为涉及到违反儿少权法，也被处以最高60万的罚款。这个部分也是要打破一个迷思，不是职权越高，他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去获取这些的名单，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职务内容，他就不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权限。妇女团体认为，政府甲相关机构应全面检讨个案查看权限。高市府表示，后续会为制度、管理苛刻等方面落实矫正，并委托外部治安专家调查，强化个资甲降低个资漏泄风险。针对个案，嘛会继续配合司法调查，检讨保护机制。公司新闻单访问柯正俊高雄报道。伫台中雾峰，当地有差不多800户的居民，自顶礼拜6开始就无烟无故咧停水，就算讲通报了，就无人来修理。这水公司嘛表示讲，因为最近这早时甲暗时温度是差真济，当地真济这自来水管已经逼讲啊，而且这厂商也无清楚今年的规定，所以这时间才会去迁掉。目前已经派人去处理。碗盘无水通洗，便所的马桶也无水通抢。台中市雾峰区复兴6街附近的徛街，自初3开始无有警停水，自来水公司随时来设临时供水站，不过有一寡水已经互人渗了啊，是无水的人摕水桶4月找水，甚至开钱买。拜6开始停啊。敢知影啥原因？唔知，我唔知咧。都无水啊，就想
无用放盐水，上便所不能种啊。阮都拢唔知啊，阮都用水塔，我嘛唔知讲水无来啊。结果即摆无水啊，2粒水塔用了，我无水啊。路一流水木材，点啊加路拢逼开。民众讲早着通报自来水公司，因过到即马拢也未修好。水公司讲，吹沙停水原因是新兴路一支225公里的管线，因为最近天气有时寒有时冷，所以迫降，影响户数差不多800户，随时停水修理。这个的供水站叫厂商赶紧修理。今年的时候，针对于土石方的运送有新的一个规定，然后那个厂商针对于这个作业流程比较不是很清楚，公司也有跟厂商都在协调之中。那也请厂商今天大概4点的时候会进场去做修缮，5月之前我们会把它修好。自来水公司强调，施工厂商因为对今年土石方运送新规定的流程无啥清楚，小延前了，已经要求厂商赶紧抢修，应该伫咧初5暗会修理好势，恢复供水。记者综合报道。下班了，煞袂府区来倒粪扫是真无方便的。伫咧北部地区有推出8台粪扫收集机，提供24点钟收粪扫的服务，民众就唔免逐工来叫粪扫车。不过，这处理1公斤的粪扫大概开22块，这业者是讲清粪扫成本本地就真悬。家闸门开开，规包粪扫等入去机台，付钱了就会使。家庭粪扫逐工拢有，免偌等，国检个环保甲方便。是真侪人头疼的民生问题。现代人生活忙碌，不少人下班就已经错过了倒垃圾的时间。有业者呢就推出像这样的垃圾收集机，主打24小时倒垃圾，引起讨论。粪扫收集机主要是讲唔免等粪扫车，唔免用专用的粪扫底下，也有智慧管理。用冷藏系统，互粪扫无臭味。机台内面的粪扫若到80%时阵，就会通知人来载。不过，这个拿伫台北市采8台。我觉得使用率有点太低，都没有人知道有这种东西啊，也没听过同学他们讲。可能就可以再增加多一点。厂商讲，因为所在租金悬，分段系统24点真久伫咧运作，还有成员的成本一年比一年增加。自2026年开始要起价，对本来的0.5公斤8块起到11块，而且成本的考虑也影响拓展设备的速度慢，还有无法度普及的上大困扰，所以营运的压力真大。另外，苗栗正确回收也是重点。有卖场业者自2024年开始，全部拢采用再生塑胶生鲜肉盘。另外，也进行新鲜托盘回收计划，结果转化成这再生材料。要超市业者伫北中南门市采智慧回收机，因机器便是回收物的种类，会当回收 PET 塑胶杆啊、阿鲁米的管啊，也有电池。一个新的回收通路，我觉得可能它受到的监管会比较严格，说明是比较有能力。真的去做 recycle， 对人体可能有潜在忧虑的这些化学物质，它就会不断的移转到下一个这个再制的产品里。应该用更加有利于重复使用，就像是玻璃瓶这样子的一种包装的饮料包装的这样子的贩卖方式。环保团队讲，回收当然真好，不过只要是使用煞就单调的物件，就可能让人单调变做粪扫，所以上好的方式也是自源头就减量。记者综合报道。那统计咱台湾伫咧2024年，这离婚的比例伫咧1000对内底，都超过2对来离婚，伫咧亚洲内底是排第2的。这立法院这法制局嘛来提出报告，建议台湾会当使用离婚冷静期来降低这国内离婚的比例。大家登记结婚的新人，甲亲戚朋友做伙翕相，看了真欢喜。就算已经行超过10年啊，要是笑讲选择结婚，要是需要勇气。我们在一起13年，13年，对，冲动，对啊，因为他想放婚假。登记结婚唔免半日的时间，要若协议离婚，同款只要2个证人签名，去户政事务所办理就会使。根据资料，2024年亚洲国家的离婚率，中国有甲2.56%，台湾排第2是2.2%，比附近的国家南韩1.8%，日本1.5%还佫较悬。伫每1000对结婚的人口内底，都有10.5对离婚。立法院法制局最近提出的报告，以南韩30天离婚考虑期制度做例，建议修正民法，引进离婚冷静期的概念。如果是走判决离婚的话，前后大概会历时6到12个月。那如果走协议离婚的话，最快的方式1天内就可以完成。
因此呢，如果假设在协议离婚这边加上一个所谓的冷静期，是否可行呢？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行的，是因为呢，如果避免未来有些年轻的配偶他在冲动之下，在1天之内就完成了所有的事情，就直接变成从结婚变成到离婚的状态。除了南韩、英国、法国、新加坡、中国，拢有类似的概念。不过，立委嘛提醒，无调到表面的数字，看到是会当降低离婚率。不过，无相关的配套，核心的问题要是无度解决。所谓的冷静期是希望他们做什么？总不会是说2个人就是冷静期，只是时间感过去而已。目前的话，好像有听到就是说希望婚姻咨商，并不是说劝和还是劝离，重点其实应该是让双方搞清楚自己目前在什么位置，目前的情绪状态。为第一线来观察，台北市咨商心理工会理事长表示，冰冻甲沙笑并不是一天造成的。若厂房想要去离婚，一般拢是问题已经累积真久啊。若真正引进冷静期，伊建议判例会当好好运用咨商的机会，用无同角度来观察，为家己嘛为家庭做上好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买厝的新青安政策来推动了后，有立委就建议讲，敢若去年这违规案件就超过8000件，金额甚至是大约是1亿8千万。这财政部的处长吴清华是表示讲，会继续来检讨，也会研究相关的制度。新青安今年7月要到期，不过在实施这段期间，有立委发现新青安核贷案件内面50岁以上的人有7000多户，占5%，而且年所得超过200万以上的高所得者也超过1万户，占8.27%。到去年底查做有超过8000件违规，金额差不多1.8亿。当然是希望这个方案能够继续实行，帮助青年们购房。但是要是有人滥用的话，那我觉得有些地方可能法条上需要检讨。家里其实如果已经有很多房子的话，你就不应该开给他们那些青年的人头去买更多的房子。伫即马新青安贷款申请的条件，就系满18岁，借钱的人本人、配偶甲伊的未成年子女名下拢无自用主体，而且新青安只敢会当先贷一遍。因为申请新青安无限制年纪、无限制收入，也无限制是毋是第一遍买厝，所以有一寡人先甲家己的厝卖掉，结果来申请，就人讲条件设定敢有合理。我们现在也在积极跟相关的部积极的检讨，在检讨，因为卓院长已经有讲说不会照旧的一直积极来实施，未来要怎么用什么方式来呈现，我们正在研究。就惊讲新青安无去帮助到第一遍买厝的人，颠倒甲厝价有关，甚至有一寡少年人变做人头户，出现套利的空间。孤单正义团体讲要检讨新办的条件，帮助他只差临门一脚的首购族。你接受了我的帮助，你这个房子就是要拿来自住。如果不做自住的话，我会有相对应的，要把你过去拿到的补贴要全部还给政府。民间团体认为，新青安政策就要强制要求借钱的人买厝要家己住，也要限制几年内袂使转卖，才能互公共补贴资源，真正帮助到未买厝家己住的少年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中兴大学最近有伫咧学校内底设一个顾婴中心来照顾这员工囡仔，这是国内头一间国立大学有设这个顾婴中心的。一开始敢若开放60个名额，目前就已经上满。这个囡仔伫咧教保员的陪伴伫外口，生甲足欢喜的。国立中兴大学为着满足校园员工的顾囡仔的需求，伫咧校园内底设托婴中心，1月初5起购。中间休息的时候都可以来看一下小孩子，会对他的安心在这里的教学、研究、服务、行政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万一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来就近就是看看小朋友到底怎么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安心的上班，不用很担心说我们还要跑到好远的地方去接小孩。中兴大学表示，校园内底教职员有1/4拢是女性，其中有足侪老师的，因为工课无用，足歹顾囡仔。校园除了予有新的，还佫有2岁以下的囡仔的老师会当减少上班的时间，
佮规划这座校园内底托婴中心，拢总招60个，是头一个国立大学有设托婴中心的。目前师生比是1:4，比即马法规规定的1:5更较好。希望女性员工会当安心上班，而且提供友善有囡仔的环境。卫福部跟劳动部的一个政策，所以他们都有相关在硬体设施方面的补助啊。准公的方式意思就是说，如果他送孩子来收托，那每一个月啊，我们会补助14400的托育费用。社会局表示，除了中央补助硬体，市府嘛会予家长饲囡仔补助来个负担减价。目前全市公托已经有48家，嘛会继续丢失。也那负责经营的团队表示，顾囡仔人才不足是未来有囡仔环境最大的挑战。它的成长呢，是一个非常快速的算一个产业吧，所以在市场的一个托育人员的供给上，其实我们也面临到一些压力跟困难啦。校方嘛表示，目前营运方式是采委外经营，今年包括14个校外囡仔已经满，以后招生若是有名额，会以招校园内底职员的囡仔优先，再开放职员的孙仔，还有一般民众来申请。公视新闻林建生、王良涛台中报道。为着要挽救少囝化，这婚姻县政府今年是开始补助生到第3胎，这一胎就对3万块，增加补助到10万块，而且这中央的补助也会当个继续领。这位食小姐28岁，已经有2个囡仔，下个月要生第3个，拄好会当领婚姻县政府增加的生育津贴，为第3胎开始，每一胎补助10万块。就是很开心啊，就是觉得很幸运，就是在这个时候怀第3胎，就是拿到的补助又更多这样，对，很开心，很惊喜啊，就是对，有点意外这样。后面还有一些教育费啊什么的，也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支出，我觉得不会为了这个10万块再冲动。为了影响少囝化，要增加县内生育率，婚姻县府为113年启动2年6亿生育补助的计划。统计113年甲114年出世的人数有甲11400多人，比往年加1倍。为了鼓励生育，115年推出第3胎开始补助10万块。如果愿意生到第3胎，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人口数会正成长。我们不是在整个经费上非常充裕，但是呢，我们回归到原来第1胎到这个第2胎还是维持3万块第3胎以后就是领10万块了婚姻县府表示，去年全国出世的红婴仔人数无甲11万人，是真大的国安危机。面临少囝化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希望透过增加补助，会当鼓励婚姻县民生囡仔，而且县府的补助甲中央的补助两边拢会使同齐领。记者综合报道。2026年过年特别节目 VR 由文化总会来举办，今年已经办第4年啊。节目是充满台湾元素，要打造属于咱台湾人的2.9美节目。你做搞好啊表演，我跟你讲，过年的时阵我无干嘛，我即摆先毛了。演艺界自请节日苗可丽叫台湾男团 Arkiss 爱好好表演，让大家笑甲变过。2026年由文化总会举办的过年节目 VR， 在2.9美的放送，希望打造一场属于台湾人的大型2.9美节目，邀请32组的艺人、47位的运动选手、600多位的学生共同来参与。我们想要打造一个属于真正台湾人的除夕夜节目。老实说很难，但很值得。很开心。我们真的已经要进入第4年了。这届主持人选题是第4年才活动，伊讲节目的设计、文化和音乐，拢有满满的台湾元素。为着要让阿公阿嬷和孙仔会当坐斗阵看电视，这届 VR 也希望打造一个9岁至99岁拢有共鸣的节目，陪伴无同世代的民众过好年。每一当过年的时阵大家拢咧烦恼讲，要食啥物菜啊，要讲啥物好话，但是今仔日免烦恼，阮拢已经甲你传便便啊，饭食了来看好看的节目，几年就会顺顺利利，足有福气的。为着要带观众回去较早的歌厅秀，感受70年代过年的气氛，苗可丽和柯孝顺两人斗阵打造一场奖家夜总会，邀请歌手罗时丰、孙淑美等台语歌手来感受年节的气氛。包括伊的场景，应该嘛是有针对咱较早过年的时阵的迄种
氛围，台语我白讲，迄种氛围气氛啊，迄种气氛，真正就是厝边头会招来大家吼同齐报道，然后呢唱歌开讲。为啊，节目伫29暝暗时8点到12点，会伫咧公司台记台放送。文总邀请大家开电视、食团圆饭，配节目斗阵过好年。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下晡报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1度到15度，中部地区12度到19度，南部地区12度到23度，南部地区13度到21度。高岛地区10度到16度。搁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